续就来讲郭台铭争取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，虽然失败，也是继续到各地去拜会。早起是专工到台南拜会到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王家晶。郭台铭动作这么多，是不是有可能会独立来参选呢？郭台铭并无回应这个问题。王家晶邀请到郭台铭，后一届是不是会当继续来帮伊徛台？郭台铭回应讲，除非是恁国民党不爱互我徛台。这个话安尼讲，哪像是甲国民党的党中央迄个心结也未来透开。欢迎郭台铭郭董去找，为王家晶加油打气。过一摆落南，台到台南，这座探访是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王家晶。郭台铭讲是来做约束代志。回到江湖的第一站，就选择台南，选择了王家珍议员，是因为。我被他侠女的精神所感动。比如家己是电党来到江湖，会互人想到敢是无放弃，想要继续选总统。访问到这题，贵党的嘛是无讲出嘴。考虑出来独立参选。蒋贵尾无推到国民党2024总统大选的门票，贵党的最近同款动作不断，面前拜会博暖，拿赢地方派系人数。可能这句话讲到含党中央的心结，敢若也未透开。拒绝国民党家珍的邀请哈，谢谢郭董，谢谢郭董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国民党不让我站台。一个月内底，家己和人赢分做你甲我，台顶这话就敢若是替家己参选伫咧铺路。我一定尽我的全力，尽我的经验，尽我一切的可能，让台湾改变，改变才能带给台湾希望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我，来改变台湾，好不好？郭台铭敢会选，或者是敢会含国民体联军各界继续伫咧关注。不过进行合作讲法，互两边辩会无成。郭党说来会按算行倒一步。党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最近设置场有没有跟你们联络？面对敏感的问题，郭党也拢无回答，不过嘛无甲话打真严，敢若嘛讲到家己对选总统大会也未美言生心肝，死心兼断念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